香港神區上一啲喎，響第5啊，再後邊嘅馬紫荊歡呼啦，外邊位置浪漫老窩啦，急劇墮退啊，奧家輝啊，過咗佢嘅馬有呢隻紅海勁啊，博望波後邊嘅馬咧仲係有財有勢，唯美注意咁啊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暴風之子走甩咗一個身位到啦，香港神區咧就喳喳聲上嚟嘅勢力亦都相當好嘅，外邊位置上緊嚟嘅嘛，浪漫老窩紫荊歡呼，外邊仲有隻紅海勁啊，最後50米到啦，咁啊暴風之子走甩咗，咁啊支離咗一個身位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咧追上嚟有浪漫老窩同埋香港神區需要影相，第4名呢仲有紫荊歡呼、紅海勁，亦都相當接近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暴風之子入彎已經走甩咗多少啦？結果贏出呢場賽事，第2名呢外邊追上嚟浪漫老窩有冇機會過到香港神區啊？第4都近㗎，紫荊歡呼係8號，外邊11號追上去係紅海勁啊！嚟到第8場賽事，咁啊贏馬係暴風之子啊，跟咗個幾快嘅步速，哇，翻到嚟贏埋添。浪漫老窩跑過第2，香港神區就跑過第3。段快啊，頭3段快接近1秒啊！